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初9，诗篇71篇17节安尼讲：上帝啊，对我少年的时，你就教示我。现在我还在保养你奇妙的作为，三甲来祈祷，愿要保养你奇妙作为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全能、全知、全知的创造主。这个天光起你的阳光，强强保养你的手所做，全地拢出声学落你的名。主啊，你的话语传到全世界，你的教示传到天边海角。主啊，今仔有开示的，拢要来称颂你的名，因为你入未创造的大身，就已经定着一切。主啊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在宇宙中，原是至美神；在万物中，阮不过亲像土粉，总是主啊，你无看阮是安尼，反倒看阮最尊贵。主啊，对阮少年，你就教示阮，但阮还要保养你奇妙的作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